2025年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这2日举办，台北市的副市长林奕华带团出访，按说是会针对科技、医疗、交通等方面交流经验。 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带市府团队去上海展开2天的交流活动。2025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，会签署水治理加智能培训交流2项 MOU， 佮透过真侪场分论坛深入探讨科技医疗、轨道交通，也加老龄健康这议题。 包括他们的捷运的联络线，包括呢也看了所谓的演唱会经济等等相关的部分，还有水治理的部分。所以相信呢，虽然是2天的行程，但是非常的丰富。也希望在这样的交流过程之中，能够让第16年的双城论坛能够持续的做一个平常好的互相的学习。 组团到上海了后，会再过参访市区机场联络线，所来参访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、中山病院、启惠滨江西花梦中心。 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率领的主团规模约120人，除了议长及市议员之外，还包含专家学者等人来交流两市经验。以上是记者黄盼、陈柏玉在中国上海采访报道。